学校的营养午餐变成一个教材，每天吃的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白米、黑糯米燕麦饭。将菜单转化图片教材，浅显易懂的教学方式，让安庆国小廖兆瑞老师获得台南市政府推荐，拿下国家食农教育杰出贡献奖个人组特优，成为全国第1人。到底是什么是叫做四神汤？它有什么材料食材？那另外一个就是它为什么叫做为什么不叫做四气汤呢？四精汤呢？为什么叫四神汤呢？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，比如说四神汤的一个主题单元的探究，用这本溯源菜单，让学生们明白自己吃了什么。尤其廖兆瑞身为特教班老师，从土地出发，推动食农教育，带领学生在校园走廊或角落进行农耕种植，营造可食地景。我们是普特融合。也就是说，普通班跟特教生他一起来照顾我们的这个农园，因为孩子不只是从课本上学到知识，他也可以在这个农事上的一个体验上呢，他可以学到非常深刻的一些学习的体验。台南市教育局扎根食农教育，鼓励学校串联各区农会等外部资源，规划特色课程，让农渔特产不仅成为餐桌的美味，也是最珍贵的学习教材。食农教育法通过完之后，那其实台南很多学校食农教育其实都是作为校本课程。那我们在114年就开始试办去推动，我们把学校的校本课程再转换成校际间的食农教育体验活动，期盼借由教育推广，能支持在地农业，传承饮食文化，培养学生珍惜食物与爱护环境的观念。记者收怀台湾报道。